今次活動嘅主題係全民運動，咁我哋嘅參加者由7歲最細啦，去到大約77歲嘅，主要希望啲參加者喺運動攀登有個體驗啦，因為佢哋如果自己嚟 book 場，佢哋可能要有2級證書，同埋要有啲裝備啊、繩啊啲先可以入到嚟玩嘅。咁但係透過呢個運動攀登嘅同愛人，咁啲參加者就可以喺冇裝備嘅情況下，咁我哋提供裝備俾佢，咁體驗下啲運動攀登嘅樂趣。因為就想俾多啲機會女女可以接觸呢個運動，咁就上網揾，咁就見到原來今日會有個同學日，咁就所以過嚟試下。我第一次玩啦，咁就個感覺就唔係好識用力啦，咁就有啲位就揾唔到啲石，就有啲難度。覺得係可以挑戰自己啦，係一個幾好玩嘅運動啦，同埋都可以俾我女女可以繼續做多啲運動啦，同埋都會鼓勵屋企人啊或者親戚朋友過嚟都試下。